昨英伫咧台北网甲一栋公寓，因为铁窗啊漏旧落去，吊伫咧半空中空洞海。冷气的室外机，抑阁有外壁的铁路嘛拢落落来，好佳在是无人受伤。不过，这嘛因为公寓的所有权人无尽到管理维护的责任，相当会罚款到30万。 警方齐步出动，看到规涂骹的脆铁路，抬头看顶悬，规大片铁窗啊落落来，卡伫咧半天。就连冷气室外主机嘛落伫咧银钱卡顶悬，都惊随时会掉落来，随牛风扫散。我买便当转来，都坐落去才2分钟尔，听你恁弄啊无算啊，叫我拍来，乒乒乓乓安尼。啊，我错者我来开门看，啊，就规片啊。 代志发生是台北市万甲五张街一个公寓4楼，初二暗时6点外，铁窗无已经落落来，铁路阁一直落落来涂骹，讲歹厝边仔的雨渣阁破几落的大坑。当地民众看这情形，赶紧甲警方报案，联络厝主来清理，阁找人甲铁窗拆除。无代无志，向人拼了，大家嘛唔知影。拄甲再拼了，无去讲着人。啊，咱共弄歹就是爱共修理啊。 该4楼屋檐外侧悬挂之铁窗，于21时49分拆除完毕，确认危害排除后，现场恢复通行。中会现场已经清理好啊，大细块铁路嘛拢装地啊，铁窗暂时放一边。警方初步调查，铁窗老化，甲铁路规个拆落来。厝主是讲，厝因为租互别人，目前阁有厝卡，会负起赔偿的责任。无奈监管处也是被罚。如有掉落情事，因已有公共安全的疑虑，监管处将依违反建筑法77条规定，处以6到30万的罚款。厝的所有权人甲使用人无现尽管理维护责任，台北市监管处表示，会依法罚6万至30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